后来，即摆大家换手机的速度是愈来愈紧咯。环保署的统计，国人每一年大约是买600万支的手机啊，但是台湾手机啊回收率只有5.2%。环保署计划未来要甲手机啊加入到强制回收。根据着环保署的调查，将近60%的民众担心个人资料外泄的问题，甘愿甲旧手机啊甲留落来。但是其实哦，这个手机啊有真侪贵金属。像这个金、银、铜等等，每1000支的手机啊，会当来炼出着价值8万块的贵金属；啊，22000支的手机啊，就会当来炼出着1公斤的黄金。但是，若是旧手机啊处理了无妥当，进入着地下处理厂，手机啊当中的重金属等等有害的物质，就会来污染着土壤甲地下水，恐惊会严重来污染环境。